大家好，我係寶雲中醫嘅賴醫師。除咗年28大掃除，過完年係咪仲有好多家務要跟手呢？洗碗、拖地、抹窗，一樣接一樣。成日接觸凍水同清潔劑，好容易令寒濕之氣入侵關節，形成中醫所講嘅痹症，即係大家成日講嘅類風濕性關節炎。喺中醫學角度，類風濕性關節炎嘅病因主要有3個方面。第一就係正氣虛弱，即係話有啲人天生體質偏弱，或者後天調理唔好，氣血不足，寒濕之邪就好容易乘虛而入，留喺筋骨血脈入面。第二係淤血阻滯，如果病情反反复复，就會影響氣血運行，淤血同風邪互相交結，深入骨髓，就會令關節僵硬變形，甚至出現皮下結節。第三係外邪入侵，亦係最常見一種。如果成日喺潮濕陰冷嘅環境做嘢，或者洗碗抹窗，成日掂凍水，風寒濕邪就會侵襲人體，堵塞經絡，凝滯喺關節入面，久而久之就會形成痹症。如果呢啲寒濕邪氣長時間積聚，仲可能會化炎，變成風濕熱痹，令關節紅腫發炎。類風濕性關節炎係一種自身免疫性疾病，而女性天生體質同抵抗力相對較差，加上日常生活成日要洗碗、拖地等等呢啲家務活動，接觸水氣時間較長，就容易感染上風濕之邪。類風濕性關節炎好發於手指、手腕、腳趾、腳踝呢啲小關節，會反覆發作，長遠落去寒濕會越積越深，令關節內嘅筋膜、韌帶出現慢性發炎，甚至影響到軟骨組織。慢慢係嘅關節就唔單止係痛，仲會開始變形，例如手指唔可以完全伸直，或者膝頭行樓梯咔咔聲。更嚴重嘅係呢啲痛症會變成常住，唔單止做家務時痛，就連天氣一轉，翻風落雨，佢就會準過天文台，令你坐立不安，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同睡眠質素。日常生活都可以做好多嘢保護關節。第一，冷敷、熱敷要分清。如果關節急性發作，又紅又腫又熱，可以用冷敷舒緩不適。但如果係朝早起身關節僵硬，即係晨僵，就可以用熱敷放鬆關節。第二，避免過度使用已經受損嘅關節，例如擰毛巾可以改用肩膀發力，係寵物就用反大嘅關節同肌肉。第三，休息得太多，關節會越硬，喐動得太多又會加重發炎，所以要喺休息同運動之間攞個平衡，例如做下溫和嘅伸展運動，保持關節靈活性。最重要係一旦關節出現持續紅腫、熱痛或者神僵超過30分鐘，就千祈唔好自己亂處理，應該盡快尋求專業意見。如果想學更多中醫智慧，記得追蹤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